大家好，我係何振賢，今日為大家聲演嘅故事係《夏花與秋葉》節錄《龜和兔子》。人哋睇我好多機會，好似係唾手可得，係天跌落嚟嘅餡餅，但其實背後係我費盡力氣搏翻嚟噶。喺香港出世，喺香港長大，講得一口港普，中小學嘅普通話堂都只係讀下詞語、唱下歌，偏偏普通話水平測試係好多學校對中文老師嘅最低要求，我考咗3次先通過到啊！媽媽係廣東人，普通話比我好少少，理直氣壯咁叫我放棄，話我啲普通話實在太難聽啦。我對於無法掌握到自己嘅嘴巴，覺得好氣餒啊！厚面皮嘅我喺冇人喺屋企嗰陣瘋狂練習，會喺樓下公園朗讀，最後考咗83分。可能大家只會着眼於成功，所以唔能夠喺呢3次報考嘅故事中感受到我嘅挫敗。而最令我感到挫敗嘅，就係教師基準試裏面嘅課堂語言。呢份卷實際上係官課，我深深記得工作最忙嗰陣啊，我請北京老師幫我惡補，我忙到甚至冇時間喺屋企上網課，咁就喺地鐵最後一卡縮埋一邊咁練習普通話，幾咁尷尬啊！官課之後，考官反應唔差，但唔好彩地，我被抽中2次官課。你得㗎啦，同事知道咗之後都不以為然，得我深知自己嘅不足啊！我都曾經做過人哋眼中嘅兔仔，咁中學修讀視藝，每次考試、每個學期、每年都係科目第一。咁當時我的確喺視藝領域做得更好，咁但係我偏偏中意文學喎。中六放榜嗰日，視藝老師早我一步睇咗成績，仲同其他老師講我成功入讀藝術系。佢嗰陣唔知道，我夜晚改咗聯招，臨時決定將中文教育自首。大學由兔仔變成咗完完全全嘅烏龜，我口齒不清，所以試教總係差強人意。同學偷偷地議論我點解不停顫抖。小組報告嘅時候，更加有同學取笑我太過認真。烏龜走唔喐，開始向下沉，我開始質疑自己嘅決定，或者藝術系先係我嘅歸宿。文學的確唔係我跑得最快嘅項目。成為青年文學獎嘅幹事之後，我更加感受到同擅長寫作嘅人差得有幾遠。有次協會舉辦寫作工作坊，有位參加者中午就出版咗第一本意識流小說，佢可以同修讀創作系嘅主席侃侃而談。我好迷茫，都好憤恨自己太遲先學。經過3次普通話水平測試，我先發現學習同人生一樣，唔係追逐。正如中學視藝班嘅同學仔，有啲已經成為設計師或者藝術家，佢哋依家嘅技藝已經比當年嘅第1名勁好多。唔使為失敗而焦慮啊！呢個係我希望話俾經歷緊低潮嘅人聽嘅說話。為咗講嘢流暢啲，我報名參加咗各種公開說話嘅活動、教學比賽，甚至辯論。一次次嘅心跳加速、胃酸倒流，令我克服咗演講嘅恐懼。到咗而家，人哋睇我覺得流利係必然嘅。唔知道媽媽由細開始就嫌棄我唔識講嘢，4歲先開始牙牙學語，6歲嗰陣父母仲係聽唔明我講咩啊。以前有人誤會我聰明，而家我唔會為聰明或者愚笨自辯。我係陸龜，有時被人當係兔仔，我哋都有自己嘅方向。一齊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M21，兼撳着個鐘仔啦！